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行的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改变你痛声，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脚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阿姨啊，你做嘛还建议某一天是台？你听当中还一蒙面子么？啊？万友啊，你很容易耐，连电话都唔接啊！你要亲同以前啊？啊，容易嘅关心，连见面都唔见面，阿姨今日叫行下轉咧，差是你太平洋前啦。那兩樣嘅單嘢，按樣對下半年交代，係啊。依法人啊，佢面子哪來標啊？你喺當中係好朋友，你一天都講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？對不起啦，唔係對不起都少啲啊哈！阿燕啊，你想唔要嚟作風啊？啊，同我講發生乜嘅事情？对不起啦。哎呀，那你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又可以搞的事情啊？发生乜事情啊？我解釋清楚啊！你哋日本生涯，唔定係台灣嘅過去啊！係頭個名，現做戲田流，係結過婚，有40歲人嚟，未滿了。就會幫我表態嘅假，完了，加油，加油！你聽我講啊！我過來，你好人啊！你喺在呢度，呢度不偏嘅生意，呢度本人將你台灣穿情嘅飛。你好人啊！對。咁多年嚟，你行喺度嘅騙人，我冇騙你啊！我真嘅。你跟你冇愛嘅，我係做得非得你咧。我永遠就唔會原諒你。加油！坐叫戲啊，或者見到咗嘛嘅。搖頭要乜嘅用啊？叫多嘅嗬，多數人都解釋清楚啦。我了解加油，佢當硬殼嘅。再講，係我對不起家條啦。就算我救到佢，我要做啲講乜計咧？
有个生意来用我们的，伊就说， 10岁嘞，他我得到嘛个听一型的脊椎系咪？第2型脊髓性肌肉萎缩症。啊，以后。 有一天啊，离开日本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你看啦，命讲爱兄弟啦，做兄弟唔係兄弟嘅事情，啊，你還算兄弟啊？嚇！我樣會講咧，原來下片啊，幫我鬼屋卡就投放體咧，連阿文啊也出去打人工，來兩啥打回去加錢。 根本冇法度還啊！欠住啊，就潛到我做事嘅飯店去啦。我連廚師嘅頭路都冇摕咧。咁都唔直接同佢講咯，都打電話同佢講都好啊。你喺呢邊動態嘅錢呢？我做唔到老超過拖下去啦。 當時我打電話日本的時間，啊同又講又笑，可能精神好安快樂嘅樣嘅，我嗰同嗰度錢好。人哋在講緊我，啊，你看啊，有事情你同阿文開到那叫，開到那叫他冇地，係咪嚟台灣？啊有嘢唔會地啦。有啲事情講出來，佢也冇法度聽數啦。 只會增加朋友的負擔，其他的事情哦，總會有其他來擔啦。有的事情哦，那可能我聽幫上，他是錢的事情啊，多多少少可以幫忙啊。你有何病啊？啊？超哥啊，你的情誼哦，也會變到我的心度啦。 也懂辛苦啊，伊無簡單，將做出一世的名聲咯。我某一年哦，因為愛，老頭哥的大病全部就冇睇咧。佢打算按樣行，明白呢個事情，你打算按樣啊？ 我做唔得對不起你隻家，我要對阿文老奶嘅負責。阿文為到我啊，這棟多苦，佢哋下依靠，這從我老奶嘅。其實，佢哋把請我做來做事啊。 我想當久的，我答應佢，為了你的事情哦，做一隻結局。我的老美滿離婚，本給一張冥婚。世界上有很多安排解決的問題。 我有個酒號，你我點都唔拿啦。阿燕啊，你想乜嘅事情，我覺得我係唔啲啊。工作嘅事情都唔好想咁多，工作同阿燕正做。阿老公講，千萬唔好想我離開阿燕，我唔會俾人離開啦。錢嘅事情哦，我會同負責，唔放心。 點啊？什麼超哥？小姐，什麼超哥？唔好想咁多嚇。
莫走，慢慢行，等我跌倒。谢谢。我要2杯珍珠奶茶，1杯少冰少糖，另外1杯多冰多糖，还要多珍珠。我入边。哎，你有看到两瓶你就会排队哦哈？外观个某煮好好呢，啊伊迄唔記得等伊某姜哦，還唔記得等伊的公德心啦。入邊用唔講係唔錯嘅啦。排先點嘅係珍珠奶綠冇？係啊。排先算啦，我問過。麻煩咯。其實按摩和種茶按摩相關啦。不過有啲人事情都搞唔清楚，因為太馬西上，奇怪哦。有啲人出門，迄唔是帶耐心嘅。哎呦，你出翻船哦，你咧排啲機會啦哈。冇洗妝哦，很粗啊。哦，好女不跟恶男斗啊，神经病。买珍珠奶茶也放到他哦，什么没口德，自己爱插队，神经病哦，莫名其妙，讨厌鬼。哦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我的珍珠奶茶嘞？哎呦，这么该啊，奇怪你，神经病哦！你怎么双手空空的来啊？哦，我的珍珠奶茶嘞没有带，还沿路骂人，怎样啊？俺又没骂，有事骂刚刚那个神经病嘛？吼，神经病？你刚遇到神经病哦？人有没有怎么样？哎呦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跟你说，我刚刚遇到那个人哦，真是宇宙无敌超级没风度的。我刚刚排队啊，我以为他要插队了，我就说了他一句啊，谁知道他竟然很大声的说什么我身上的汗臭味很重啊，然后又说什么我没有口德，嘴巴很臭啊。哎呦，害我丢脸死了啦！我1分钟都不敢多留一下。下次哦，你要喝那家的珍珠奶茶哦，你去给他买啊，俺没去嘞。哎呦，好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汗味哦是有一点呐，可是是香汗哦。要是这个嘴巴哦，我看，不但不臭，而且还有淡淡的樱桃香哦。这是名副其实的樱桃小嘴。来，阿瓜金姐，好啦，来跟我闹哦。我是逗你开心哎，你是公主嘛。不过你刚刚说的事情真的蛮丢脸的哎。我跟你讲哦，那个神经病啊，要是被我遇到的话哈，我就怎样？我还是很想喝珍珠奶茶哦，你都不知道那个珍珠哦，又 Q 又大颗，吃起来好有嚼劲哦，奶茶又好好喝哦。都是你啦，这家买不到，不会去别家买哦。真是的，你这是对公主讲话的态度吗？还有，你一天到晚只知道吃，你好 Q 那么辛苦去外面送瓦斯，你好意思哦你？你干嘛这样讲啊？我也是偶尔偷懒1、2次啊，我平常也是很用心的帮他看店啊，干嘛去讲我？
你提醒我哎，他好像在附近送瓦斯哎，我打电话给他，叫他等一下帮我买珍珠奶茶。那好啊，顺便给公主来一杯啊！哎，你刚刚只有说什么我贪吃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要来一杯？哎，我是公主哎。是的，好了。喂，阿 Q 哦，对呀，你等一下回来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帮我买珍珠奶茶？差不多了吧？安雄哦，妈，叫陈班哦。系啊。哦，好食咯。喏，有点硬啊。系啊，阿妹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根本哦，一天要钓太硬的。到时就把阿妹和阿珍姐哦夹菜。该钓太硬，你们拿做人不敢做。你无喏，根本无强样啦，根本哦唔是阿妹同属。我附近看阿妹啊，好似蛮硬的啊，蛮口味哦，来落处理。有点菜哦。迄蛮硬啊，迄钓硬啊。这个钓唔到，注意买啊。无样啦，你钓做人硬啊，阿妹就全部爱食，哈，他做了去，哈，冇安做了，对冇？好啦，我啲啦，我准备出门了哈，阿珍姐，拜拜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阿妹，这9成8哦，我是铁道，按部条哦，等下做了，助胎全部阿妹生。哦，那好啦。那出门了哈。哦，阿生意啦哈。好，我啲啊。阿曼姨，我看阿唱歌吼，秋天来吼，无论喊到来吼，中午的树南黑黑呢，看天时咪看个中午的节目哦，还看叫秋天来吼，咪到中午呢。这个生意哦，真单纯，按太的这种生意重要，兴趣3分钟应该脱天，其他兴趣哦就钓，喊白唔得兴趣嘛，喊白唔得，知嘛？欢喜就好啦。有人才嘛？有人才嘛？隔壁人才？你要时间慢一些啦。你看看。有人才嘛？有人才嘛？慢点，慢些了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你对孙海做徒弟，俺哦一定要留在你身边，让我好做出来。俺拢讲，俺哦按照练太极，太甲做嘛阿练骨，对不？俺哦到电视哦看到师傅你都给全民美食啊，做出来不？俺大心最有可能，俺就认听了，师傅你听到做俺师傅，俺一天哦留在你身边，来好做出来。俺有，俺今日来，唔大将俺人来听到，唔看俺要做出来，来。来，师傅来，师傅，来，唔看，唔别讲係樣喎，我拢講哦，我今日來哦，唔但聽你來添，我有帶獎牌哦，我好教嘅成績咯，我全部有帶來啦。走，快，師傅來，你屁股啦，跟邊時同我，唔講我有邊一冇，我咪攏講法喲，邊一跟住，還要有成績單，快，我咪攏現在講法啦，我全部都天命嘅哦，全部記嘅，唔講，還要，唔講，而家神得牌，雖然我很遠咧，暗過吼，幾百眼養你咧，幾陣應叫佢講幾天命，我做嘢，還要，唔講。我料理版呢，還有樣香了，我做最重嘅，天命間做最重嘅，唔該，我蒸熟，全部都有啦，我真正成績當好啦。然後我講，師傅，我知道做料理最用神明去做，錯冇？因為我做料理嘅事情，我當作神明嚟來看待，我就用我熱情，你感動所有嘅人，大家實力全部係流目子。師傅，還有我唔記得。我今日我再考證照，顧錯師傅，有那種證照一定要出來做下徒弟。師傅，拜託，你一定要出來做下徒弟，幫我留在你身邊，放心。排泄啦，俺们调试，排泄了，俺们调试了。哦，又为你。哎呀！谁啦？你喺咪街啊？按粗呢？哦。我讲米天奶水啦。米天奶水？哎呦，因为肚里喊。
拜托啊，我遐等下师傅那边陈述，唔过我妈咯。妈的师傅啊，你还木卡啊！也不卡。哎呦！我错的啦。吼，你俩迄米蛮了啊，又唔系收容中心哦。啊妹，用做的不了中医了，天数啦，其他冇试过诶。歹势啦。好嘞啦，啊，连个又没调试诶，佮前面都用费事的咩？你们排泄你嘛？什么人面目都骂到安难他，要留点口德。嘿啦，我讲法就无唔咩口德啦。其他用拢多水诶，其咩冇公德心啊？迄讲我迄银行爱用办啊，了后迄直接发生嘅事情呢。迄讲其实送到银行，我可能叫他用办啊。哦，了终于咯，用做的带到米满了啦。家自己啊，实在懂事理啦。我定情况较好，唔准原谅我一摆啦，哈。家慈，我看你就原谅佢嘛，佢未跳住嘅，我看佢人有心，冇可能服侍你呢。嘿呐，家自己。马啥家子啊？我比佢还后生。嘿啦，我讲唔出话啦。我只想讲，遐个时间，迄休息时间啊，应该唔会有人来。迄个我伫我有人啊，我要行个生意，唔会发生其他嘅事情啊。是讲好得吼，加拍到一家人，迄个人下个法就快啦。马啥人嘅起家人啊？哎呦，阿妹，看佢根本就会挑食嘅。好啦，为了保持我的生意哦，我买珍珠奶茶请你啉啦。师傅，阿珍姐，珍珠奶茶做得好，我等等来。好，我应该奶茶做嘛个哈？迄个行业做了笑就做水山啊，我买米天来啊。哎，家慈啊，你梁山好，真是青春无敌耶！不卡真就冇安弄一个，啊做阿连哥留下聊天处好了，啊。哎呦，阿妹，阿珍姐，你梁山专门推给讲法。好嘞啦，家慈，个什么嘢做来冇人骂你，我咪笑你喎。你看，个30人望当地，伊细神啦，等下开店面对喎。阿珍，今日俺来买种菜好冇？冇个。落水嘅。哇，妹，你没欺负我。来，家慈，刚刚美式木叶珍珠奶茶哦。哦，此仇不报非君子，给我走着瞧！吼，讨厌！有，我看你哦，真有家世呢，请认同哦。唉，我家慈啊，同阿连哥年龄差唔多了。凊彩个，我家慈连10万就洗唔到枪，可用个30号神经。唔会啦，每家人嚟尊重冇穷量啊。嘿呐，唔讲个啦。阿妹，你了都会讲我嘅坏话吼。唔系坏话，系是菜花。动粗。哦，哪个东西啊？阿妹，今晚哦，太动粗，调到动脑眼看，讲。哇，做不起来呀？阿妹，你看，动太米哦。哦，太美哦。大用叫我还没生。你按太美，阿妹又不识得听哦。啊。我顶真有心，真有效，唔是说就包人讲实在。哎呀，中国，你过来做鱼哦，讲实在呢，你动脑奶呢，敢样装哦？师傅啊，也唔是谁哦，也硬搞崩啊，保证冇奶米啊。不要，来，不给，好，阿多，阿忠，你介绍，
俩早就用新来吼，像小莲、阿莲姑，阿莲阿奶啦，阿聪阿聪姑得聪啦。啊，得聪讲伊吼。啊，你好你好，哎，看唔出嘞，按迄有人做师傅哦。哦，我看年纪老家子差唔多嘛，哪有种家子哦，连碗都唔会洗哦。马啥讲俺唔会洗碗啊？根本伊个碗哦，俺来洗啦。只会米天来听听，就做来做师傅。安尼哦，俺7岁个时就就会师傅啦。得从狗，狗腿。哎，头先你讲的啊，今日碗都洗是太食汤得多呢哈。系啊，俺讲俺洗就俺洗啊。好啦，我看吼，地创基本一点都5转嘞，按几下啦，啊不然歇困的时间吼，我哩要让阿莲吼拍一只分养费，我哩分养阿莲吼，加上阿哩密码了好冇？哎呦，安做得吼，哎呀，记得做哈。是为来打杂听听，看嘛个分养费啊！好嘞啦，洗碗讲我还有分寸在位。哎呦阿妹，一次来给天数共发。好啦，人家讲要要阿姊啊，你强拍个分养费个碗盘哦，洗唔正，无相关啊，挨做就洗啊，唔讲洗唔正挨就洗，无相关，骂啥强啊？俺唔是你天数啊，俺气家会洗。好嘞啦，无事情哦，莫伫咧做下样创来创意啦，讲实在，然后落等下结交准备哈，来来来，起来。妈的！来，过来教授。来啦，多多米哦。哎呀，阿龙哎，等下就讲如啊，都哎，排斥个拿强啊，哎呦，妈的！别弄人啊！哇，安总。那你要就听到就听出来了。應該攞阿妹講我，我女兒講咯，阿妹等你眼叫，係講記得佢都攞位已經結婚啦，佢個女婿。哦，实在很香哦，死不住的哦，口声无相同啦。哇，
你的当年就是按蒙牌啊？差不多啊。要按好啦，哇！哎，师公讲师傅当下来注意啊，你啊得吼，还袂对佢做的菜按有新鲜感哦。可见哦，行去功夫哦，已经千赞1等1的啦。当然啦，怎么？哎，你给发青豆呢哈？我老你讲哦，哎你迷茫了哦，莫终于像你安尼爱拍马屁给你。哎，你很奇怪啊，我将我心肚话讲出来，我哪有拍马屁啊？来，你同我嘞。哦。哇！安雄，哦，我等下叫我就会电力啊。哎，等一下啦，莫太莫生呢哈。阿妹还忙生，做唔得生？阿妹啊，好嘛，阿妹，要吃饭喽。来，哎，冯永来。呀咩？传说地图个，传说地图个弥漫风药，系嘛？来出题哦，我调出来讲，来出看到神药米，韩国中海咖啡，带动的感觉。来出题一定是师傅做嘅传说地图的传说，风药地图的风药。师傅啊，也去功夫让我按好再来做按1等1的风药，厉害，赞，无办过，好势。阿莲啦，买看见哦，莫个捧风嘞，好无？太子家人用多啲忙做啦，按啱嚟咧，佢點會有事真嘅啊？總之哈，有你啦，我出來，莫得啦哈。哎，家人，按拄好，今日咱出款吼，今晡日哦，得唱交通灯诶。係啊，家人。你做阿年姑啦，以後就明晚留嚟上班了，嘿，按叔細細啊，叫上班，好唔好啊？啊！唔好意思咯，佢只是來人，唔太真你嚟對佢，唔得點咧？你就嘛直接講佢咯，啊！你冇贊成我想法，你就離開，我也冇用啲不卡。天王咧，你實在天王咧！太子啊！家人，阿媽是家人吼，佢一時心情唔好啦，你莫上堂到吼。係啦，阿妹，可能太子最近啊，你動態啦，發現啦吼。阿妹，你又莫忘記啦哈。師傅，阿玲姑啊，真歹勢哦。啊，今晡日早按澎湃哦，分兩人阿不卡上班，沒多按樣事情，無言繼續事啦，我有啲聽，我哋地方休息。阿妹，阿妹，師傅。哎呦，他你真係懂奇怪呢，你個小馬街啊，我按你家沒熟悉。好了，他要早點吃飯啦，快些啊！走啦。加油啊！你係唔係這把出錢嘅太楚啊？你這個年懂好呢？冇嘛計啦。感佩一個好男人，愛心強大，搶修東西我保要打天下。故說，喺後生嘅時節，福卡太歲就不愛表態。喺台北名，現做戲天了，係結過婚，有40歲人。
未满了，就会帮我不用提去教。加油啊！假使讲，我的意思哦，迄假使讲哦，假使讲哦，你现在不用提个妹哦，你做的原谅，改天才做阿爸的梦。妹啊，你莫再搁做朋友的啦！你又还很细心呐！你让他呢，你当你做个朋友，他就会转来啊！你莫再搁骗自家的好冇啊？就你是人年的嘞，他还冇转来呀？你一个电话就冇呢？拿一些来谢谢啦。台湾穿钱跟飞，一好年啊！你跟你们爱的，俺还走得飞到你了。
我永远就唔会原谅你。我要翻去攞人講。加油！你还忙4号，还可以让你住后吗？唔是，你们是都给家穷嘅花吧嘅用嘅。我喺度一已經講唔嘅，希望你避免慢流較嚴重嘅，還有，莫再個出現到俺哋嘅面前。加油！我卡給你早就了解了呀，按多年了，你就冇老夫卡聯絡，係因為你已經唔記得你有婆娘、你有奶嘅、你有妹嘅。加油！唔係愛用的啦。錯噶，你講你有志氣，你有理想，你要出去那邊打拼賺錢做嚟本不卡用。你講嘅不卡，你從講嘅唔係人哋哈。你太給死了。算了，個人都有乜用咯？你冇愛你見20人嘢咧，希望你繼續下去，廿一生年，莫再個出現咧。加油！你的要求挺過分呢。過分嘅人係你，我係你不拿咩？做嚟20人年嘅瘋牛，就為咗等你轉來。係你本來裏邊都我阿爸嘅生年咧。加油！我哋愛自家，對不起亞弟，本亞弟我動態送去啦。這個女真是愛你說，就請你莫再給我來打敗你嘅身份。我你，你窮養過到以後啊，廿一生年莫再給我出現，也就係你對你最好嘅方法。加油！加油！阿妹啊，太子也忙轉來啊。啊，嗯。阿妹，太子哦，幾天心情無好，嘴行行啊。等伊心情較平靜哦，其實就要轉來啦，就唔是笑咧。我哪有笑見哦？
叫用吃菜金嘛，系冇？我讲呀，阿妹，跟咱做了。其实要好多要做量。我为到我有好年啊，但讲哦，老家是好嘅哦。阿妹有输送冇？要按样好钱，阿妹就轻听咧。不过，伢太子啊，就无像伢两啥样，个性硬坏，脾气又硬硬。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呀，初恋未爱你。长夜抚琴也渐起，如是故人须容起。残霞畔爬高帆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琴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少年，能多